作為耶穌基督嘅門徒，悔改係我哋一個不可或缺嘅功課。如果淨係心裏懊悔，向上帝道歉，之後拒絕一切得罪上帝嘅行為，並且做翻啲上帝喜悅嘅事情，咁樣嘅悔改，或者同聖經所講嘅有少少偏差。正所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舊約先知當提醒以色列人要悔改嘅時候，佢用咗一個非常之生動嘅字眼，就係轉向，講到要轉離惡事，迎向上帝。咁樣嘅講法，咪即係同頭先所講嘅差唔多咯。不過我哋要留意先知所講嘅，佢係講緊轉向上帝，而唔係轉向上帝要求我哋所做嘅事情。轉向上帝就係完完全全抱擁上帝嘅情懷。換句話說，悔改就係個人完全全心全意去到投入上帝之中，擁抱上帝一切嘅價值。作為耶穌基督嘅門徒，當我哋講到悔改嘅時候，我哋都要完完全全抱擁上帝嘅價值。我哋係咪已經預備好完全抱擁上帝嘅價值呢？如果我哋唔係完全投入上帝嘅慈悲、憐憫、仁愛、公義、正直嘅裏面嘅話，或者我哋需要悔改，因為我哋可能係抱擁緊不合上帝嘅價值。讓我哋一同完完全全投入上帝之中，成為迎向上帝嘅門徒。